大家好，我係嘉里。大家腦海入邊一定仲記得2個幾月前，即係2025年11月26號發生喺大埔宏福苑火場嘅奪命大火，超過160人失去生命。呢個唔係一場意外，而係人禍。兇手唔係火，而係2個字：貪婪。點解原本用嚟保障大家安全嘅大維修工程，最後會變成一道催命符？就係大埔宏福苑大火冇幾耐，廉政公署發動咗代號火網嘅行動，打擊一個有黑社會背景人士操縱嘅樓宇維修貪污團伙，拉咗21人。被捕人士包括貪污團伙骨幹成員、中間人、工程顧問、工程承辦商以及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成員，部分有黑社會背景。行動涉及觀塘2個屋苑嘅大維修工程。有報道所指，就係觀塘合和大廈以及翠屏北村。呢次行動仲係第一次針對收集授權票過程入邊嘅舞弊行為，打擊中間人用非法手段操控法團選舉。原來一直盤踞喺觀塘區自稱新義安嘅黑幫，已經由以前收保護費轉型做大維修，因為好賺過賣白粉，仲要光明正大咁樣問你攞錢。首先我要向大家解釋一樣嘢，點解大維修會變成黑社會嘅肥肉？要解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，我哋就要講下歷史。新義安喺觀塘區扎根，歷史可以追溯到50年代嘅雞寮，即係而家翠屏村嗰度。幾十年嚟由收保護費、開賭檔、販毒，慢慢轉型做正行生意。根據調查，而家觀塘新義安嘅維修生意由2個人話事，一個人叫豆腐，另一個人叫阿姨。呢2個人好醒目，佢哋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喺條街頭喊打喊殺。相反，佢哋名下開咗好多間公司，裝修公司、清潔公司、貿易公司，甚至蔬菜批發都有。佢哋要玩嘅係一條龍服務。點解佢哋有呢個轉變？好簡單，舊有模式，佢哋要周圍問人收保護費。而家隨時周圍都有閉路電視，兼且有錄音功能，好容易就會俾警察拘捕，風險越嚟越高。但係大廈維修就唔同啦。香港樓宇老化係一個死症，政府推行強制驗樓計劃，係逼住全香港幾萬棟舊樓一定要維修。呢個政策本意係好事，為咗保障大家安全。但係對於呢啲黑社會嚟講，呢個就係天跌落嚟嘅金礦。咁點解呢？你諗下，一個屋苑啲都幾百戶，甚至乎幾千戶，做大維修造價閒閒地都幾千萬，甚至乎上億。就好似宏福苑都講緊3.3億元，只要控制到個法團，呢幾億嘅生意就會自動送上門，而且全部都係合法嘅工程款，就連洗黑錢都慳翻。廉政公署嘅報告形容呢一條係維修黑金產業鏈，佢哋唔係單打獨鬥，而係有一條龍服務，由最開頭入屋苑去踩線，到中間去操控法團選舉，再到最後工程中標，全部都係自己嘅人。咁好啦，佢哋具體操作係點樣呢？點樣可以令到幾千戶業主乖乖地奉獻出血汗錢呢？呢一班觀塘嘅圍標集團發明咗一套必勝嘅方程式，成個佈局行3步。第一步係超低嘅顧問費。當你棟大廈收到政府嘅驗樓令，呢個時候法團一定就要請一間工程顧問公司翻嚟幫手驗樓、寫標書、監管工程。呢個顧問嘅角色係好重要，理應係公正嘅，幫業主把關。我同你講，喺呢個圍標產業鏈入邊，顧問公司先至係最核心嘅角色。佢哋負責將圍標集團嘅利益包裝成為專業意見。為咗一定要中標，佢哋會出一個匪夷所思嘅低價。因為佢哋根本就唔志在賺你嗰幾十萬嘅顧問費，佢哋要嘅係後面幾億工程費用嘅巨額回佣。一旦做咗你哋屋苑嘅顧問，佢哋就會喺驗樓報告入邊將大廈嘅問題講得恐怖啲。本來只係牆身有少少裂痕，就會話成幅牆就嚟冧。本來只係外牆嘅油漆甩皮，佢會建議你成棟樓重新鋪過晒啲紙皮石。目的係乜呢？就係將小修變成大修，將1億嘅工程就變成咗3億。當顧問入到局之後，佢哋就要幫手揀邊個做工程。呢個時候佢哋就會喺標書上面做手腳，
佢哋會加入一啲極為刁鑽甚至乎無厘頭嘅條款。呢一啲就係所謂嘅排他性條款，表面上就係公開招標，實際上就係內定。好多時候都係好巧合咁樣，只係得佢嘅自己人嘅承建商先至晒呢一啲嘅條款。其他正當嘅競爭者一入標就因為唔符合資格而被踢走。第三步就係破解招標妥，就算有外來嘅承建商入到標，顧問公司仲可以喺技術評分度做手腳。佢哋會同業主講，唔能夠單睇價錢平，最緊要技術好、安全。平嘢冇好嘢㗎。然後所謂技術分嘅評分權力到底喺邊個手上？冇錯，就喺顧問嘅手上，佢哋有好大嘅操作空間。於是乎就會出現一啲好荒謬嘅現象，一間真正平靚正嘅獨立承建商，個價錢好靚仔，但係喺技術分嗰度，啲顧問俾咗個0分，理由可以係經驗不足，又或者計劃書唔詳盡，又或者面試準備不足、態度欠佳等等嘅理由。而圍標集團自己有嗰啲嘅天價公司，技術分就會攞到滿分，顧問會話佢哋背景良好、安全記錄完美。但係事實上就好似宏福宇入邊嗰間承建商宏業，本身都有幾十次勞工處嘅定罪記錄，係一間極度危險嘅公司。但係喺鴻毅建築師嘅筆下，佢哋竟然成為咗首選。不過總有一啲聰明嘅業主，又或者本身有專業背景嘅法團成員，會睇穿呢一啲嘅把戲。當佢哋企出嚟想踢走呢啲圍標集團嘅時候，成個故事就會由文鬥變成咗武鬥。喺觀塘合和大廈曾經發生過一單好轟動、好恐怖嘅個案。合和大廈係一棟幾十年樓齡嘅單棟樓，戶數唔多，得百幾戶。住喺度嘅好多都係退休嘅老街坊。幾年前大廈收到政府維修令，當時嘅舊業主立案法團同埋顧問公司拋出咗一個4000萬嘅維修方案。對於一個單棟樓嚟講，即係平均每戶要夾30幾萬。對於好多要靠住生果金過活嘅公公婆婆嚟講，呢一筆錢根本就係天文數字。當時一個好熱心嘅業主黃先生，佢發現舊法團留低嘅維修方案有問題，價錢貴得好離譜。於是乎佢好努力咁樣組織業主，成功選咗做新主席，想推翻個天價維修。黃先生一上場，立即就做咗一件好正確嘅事，佢引入咗市建局嘅招標妥，踢走咗之前有問題嘅顧問公司，重新招標。結果你知唔知發現咗啲乜嘢呢？原本舊法團話要3-4千萬嘅工程，原來2000幾萬就可以做得落，即係話黃生就幫間街坊慳咗足足1000萬。但係喺圍標集團嘅眼中，黃先生就係令到佢哋唔見咗1000萬嘅利潤。啲黑勢力見到呢一班人唔識做，就開始玩報復。第一招淋紅油，凡係公開反對嘅居民，佢哋屋企嘅門口就會俾人淋紅油、塞鎖匙窿，就係警告你收聲，否則就有排你受。第二階段毀壞資產，報道提到有反對派嘅業主嘅私家車派街邊或者停車場，一夜之間被惡意刑事毀壞，擋風玻璃被打爆，車身被刮花。第三階段精神折磨，最陰毒嘅就係會搞你份工。有業主試過被人滋擾去到工作地點，被貼大字報，打匿名電話俾佢嘅老細，話佢係騙子，話佢爭人錢，搞到佢老細詐型，搞到佢啲同事用奇異嘅目光望住佢。好多業主都係因為咁樣，為咗保住份工，被逼退出關注組而被逼收聲。但係黃先生就冇退縮，佢堅持要換走原本嗰間嘅管理公司，因為懷疑管理公司同圍標集團係一夥嘅，所以佢哋先至會知道咁多嘅資訊。於是乎啲黑勢力就進入咗第4階段，赤裸裸嘅報復行動。喺2020年9月更換管理公司嘅嗰一日，黃先生喺街頭突然之間俾4個蒙面大漢衝出嚟伏擊佢。根據報道，兇徒上面係帶住懷疑叫做鐵蓮花嘅武器，拳拳到肉，專門打個頭部。黃先生當場被打到眼角骨折，頭破血流，鮮血流到成塊面都係，最後要送院縫針，差少少就盲，甚至乎係冇命。呢種暴力程度，目的就唔係教訓，而係殺雞儆猴，等其他業主知道阻人發財就係呢個下場。黃先生事後接受訪問表示，當時好多人都勸佢算數，家人都好擔心，但係佢話如果我退縮，呢一班人就會更加囂張。
我都應承咗班街坊要頂住。合和大廈嘅例子話俾我哋知，圍標集團係可以冇底線嘅，佢會用盡一切嘅方法，目的只係為咗製造一種嘅寒蟬效應。講到呢度，其實圍標集團最核心嘅權力來源就並唔係暴力，而係一樣好唔起眼嘅一張紙。呢樣嘢叫做授權票。香港01揭露咗一個令人好心寒嘅操作鏈。觀塘有一個前區議員，就係呢個圍標集團中間嘅關鍵中間人。呢個人好醒目，佢表面上只係一個熱心服務社區嘅前議員，經常都會搞下飯局，帶下啲老人家去旅行，派下米派下油。對於好多長者嚟講，佢哋會覺得呢個人好熱心，好幫得手。但係實際上佢就係圍標集團同埋法團之間嘅橋梁。當屋苑要開大會要表決幾億嘅維修工程嗰陣，就會上門揾呢啲嘅公公婆婆，又或者喺派米嘅時候順便攞出一張紙。好多嘅老人家根本就唔知發生咩事，佢哋好多都唔識字，又或者唔想煩，一簽就等於將自己喺法團大會嘅投票權送圍標人士。去到業主大會當日，就會有一班嘅業主親自落到嚟反對。唔緊要，佢哋手上面有鐵票，係贏緊嘅。呢一啲就係所謂嘅鐵票，利用長者嘅信任同埋資訊落差，去凌駕晒成個屋苑嘅民意。一個天價工程俾黑社會抽咗水，俾中間人抽咗水，俾顧問公司食咗回佣，俾法團入邊嘅內鬼分咗贓。層層剝削之後，真正落到去買材料做工程嘅錢，仲會剩低幾多錢呢？但係承建商都要賺錢㗎嘛，佢唔會做蝕本生意。咁嗰啲錢喺邊度慳？冇錯，就係物料。你偷走嘅唔單止係錢，而係人命安全。佢哋會將你嘅安樂窩變成一個隨時都會出事嘅計時炸彈。至於另外一個涉事屋苑翠屏北村，情況就複雜得多。呢個屋村係屬於租者置其屋計劃嘅屋村，樓齡接近44年，全村合共12座，總人口大約14000人，人口老化明顯，年齡中位數達到接近55歲，具有中小學歷嘅人口佔咗80%，絕大部分嘅居民對於大維修更加一知半解。喺法團推行大維修期間，經常有可疑嘅中間人邀約持有授權票嘅人士會面，甚至乎用金錢利誘。亦都有委員曾經遭到淋紅油，收到追債信，甚至遇上縱火案件。有人雖然就唔係業主，但係經常持有授權票出席業主大會，身邊經常都有一啲陌生嘅彪形大漢陪同。而佢哋嘅工程顧問公司鴻毅就因為宏福苑事件受查，目前已經係公告終止同翠屏北村嘅顧問合約。大維修現時就陷入咗僵局。另外有2名委員坦言，屋苑管理亂象叢生，完成今屆任期之後，將唔會繼續參選，因為太麻煩，有時都係吃力不討好，經常都會俾人去諸多指點。以上就係今條片嘅全部內容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就麻煩大家幫手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我係嘉利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